Expert 嘅黃牌保濕美白私處膜，可以美白私處、補充水分，更加可以喺脫毛後立即舒緩皮膚，減少紅腫。我好推薦大家試下呢個咁高質嘅私處膜，令私處煥然一新。另外 IC Expert 啦，仲有一樣法寶可以幫大家美白嘅。佢就係私處美白精華，呢支精華咧可以用喺不見天日嘅皮膚上面，例如腋下、大腿內側、私處部位、乳暈，幫助淡化暗沉，改善膚色不均，令到肌膚更加均勻細緻。佢嘅成分天然，溫和不刺激，適合敏感肌膚。用法係每日朝早同夜晚清潔之後，取3到5滴。輕柔按摩直至到吸收，只要日日堅持使用，效果都好唔錯㗎。大家不妨可以試下。